今日留咗喺曼谷捧紅啊，飲飲食食，睇下一日裏邊食咗啲乜嘢先。早餐唔使講啦，一定嚟到榮泰。7年嘅米芝蓮推介，日日排晒隊，唔係冇原因嘅。又平又抵食，細細碗做早餐啱晒啊！lunch 約咗朋友嚟文興，嚟到泰國都要食中菜，係啊，因為佢哋得獎鴨 Cherry Fillet 咧喺呢度係原產地，所以特別好味嘅。咁佢所有食材咧都係現場即包即做嘅，新鮮嘅食材，連個蘿蔔糕都好食啲。好，嚟到下午茶啦，一定要嚟呢個 M-Sphere 行一行。佢食物嘅種類咧真係多到嚇死你。就咁普普通通行一個圈度都大把嘢你食，最好就帶多幾個朋友一齊 share 一款。如果唔係啊，你都唔知要試到幾時啦。佢連泰奶都有幾間公司啊，唔同嘅做法。如果你係泰奶嘅愛好者，強烈建議你呢度食多幾間。最後晚餐去日本街嘅 Supper， 佢就係韓泰 fusion 菜，得好少位嘅啫，提早預約，全部嘢食即叫即做即炸，出晒貨咁。食咗2道海鮮，一個係帶子，一個係炸紫菜餅加蠔。海鮮係非常出色嘅，食落啦隻飽滿同埋好脆。最後食埋呢個和牛當飯，作為一個完美嘅句號。佢仲會做到有飯焦，飯入邊咧都有少少嘅香料味道，非常之好食。好，飽晒，拜。